大家好，我係 Dr. Raymond Wong，今日同大家透視 SDG。咁透視 SDG 今日講到呢個號碼咧，就係14號 number 啦，Life Below Water。咁啊喺水底下嘅一啲嘅生物咧，其實就會受到我哋人類嘅行為而影響嘅喎。第一，大家知唔知水底下邊好多好美麗嘅珊瑚，就係因為人類嘅行為而導致到死亡。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希望大家做喺潛水嘅活動啊，喺水上嘅活動啊，平時你夏天去玩嘅時候啊，就唔好將你啲用完嘅嘢掉咗落去啦。OK，因為咧等等呢一啲嘅人類嘅行為咧，直接影響到個生物嘅。例如啲就可能大家會見到海龜啊，俾啲飲管篤住個鼻，係咪？俾一啲漁網啊棘住咗。嗱呢一個咧就喺去到個企業嗰方面啦，漁民啊等等啦，如果去捕魚嘅時候爛咗嘅漁網，唔該都係要收起佢啦。OK，如果唔係咧掉咗落海嘅時候，好多魚咧其實因此而係死亡。導致到佢會減少，其實最後受害者係咩咧？漁民自己同埋消費者嘅。咁所以呢一個部分咧，我哋希望到咧做多啲嘅推廣教育，希望喺 Life Below Water 呢樣嘢咧做好嘅。除咗你掉咗啲垃圾落去個海入邊，影響咗之後咧，其實仲有第二種嘅喎，就係一啲液體嘅嘢。原來你不適當去處理而排咗落個河流同埋個海入邊咧，直接都係影響咗呢一啲嘅生物嘅。咁而啲生物咧受到影響，最終都係咩啊？大家都聽過啦，一條魚入邊可能劏開咧，其實好多咩啊微塑膠啊，係咪？咁食到個塑膠嘅時候，對自己嘅影響嘅身體嘅健康啦、問題啦。咁所以咧呢一個部分，我哋希望建議多啲嘅朋友啦、家長啦，都會去做好呢一個嘅教育。咁喺嚟緊咧嗱，我知道好多公司咧都平時會做一啲嘅即係沙灘嘅清潔啦，呢啲活動啦，咁做好多呢啲 SDG 嘅活動嘅。咁會唔會考慮到嚟緊咧個趨勢係做多啲喺夏天嘅時候揾一啲嘅志願機構啊、非牟利機構帶你哋落去潛水入邊去睇睇咧？因為原來水面上嘅清潔沙灘你都做到差唔多啦，水底下邊嘅重要性更加犀利。咁我哋邀請一下今日嘅嘉賓同大家進行分享，好冇？大家好，嗱，翻到嚟咧第二部分嘅節目內容咧，咁要邀請我身邊呢一位猛人啦，點樣解咧？就係因為咧，陳天明先生，你好 ，Raymond， 你好，好耐冇見，係啦，點解咧？因為講 SDG 14號 number Life Under Water 一定唔可以唔提嘅。點解咧？因為陳先生我哋嘅 Uncle Chan 咧有一個好有特別嘅綽號嘅，叫鬼網殺手或者鬼網大叔。咁咧你喺網絡世界一定會係見過佢㗎啦。咁所以咧我哋環繞住呢個14號 number 咧，其實都想問下啦，睇下阿 Uncle Harry 啦，喂，講下你喺水底入邊咁多年，咁潛下，咁領略到啲乜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喎。好啊 ，Raymond。嗱咁我潛水咧就由1987年開始潛嘅。哇！咁潛咗都30幾年。係啊，30幾年啦。咁當時咧就覺得個海就好靚。嗱，我去過唔少地方，東南亞或者太平洋啊，歐洲，哇，真係好靚。咁10幾年前咧，你知潛水潛得耐咧，我又唔係好中意影相嗰啲。咁發覺就係我好似想放棄潛水咯喎，但係問題我唔想，因為對身體好好嘅。OK，因為潛水係對身體非常之好嘅嚇。咁一樣嘢咧，可能係我屋企人都唔係好認同咁講嘢嘅。就15年前咧，因為我生意咧係失敗咗嘅。咁係一件好事對我嚟講，因為我同我太太講，香港係一個福地嚟嘅。只要我或者我太太將我哋嘅要求降翻去基本嘅，咁就 OK 㗎啦。係嘛？咁都佢都要認同，因為我係本身原籍係山東嘅。山東人比較固執啲。咁有理想 assertive。咁另外咧，我就有呢個閱讀障礙嘅。閱讀障礙其實係小問題，唔係咁病。咁我係唔中意讀書嘅。所以我同好多朋友接受有關嘅問我咧，我係從來 I never excel from school。但係咧，我成日想揾到一種嘢咧，係我對佢好有興趣嘅，甚至係挑戰性嘅，而引發到個 passion。challenge。咁14年前咧，當我生意失敗嗰陣時咧，我同我太太講咧，就係可能係老天爺安排我。我唔信教嘅，我唔係信。每一樣嘢都有原因嘅。咁我啲朋友咧，外國朋友話 Harry，
跟我嚟執沙灘啦，我執沙灘，唔係啊嘛？我哋咁得閒啊？係啊，個沙灘好乾淨。你錯，我帶你睇下嘛。咁啊，帶咗去呢個芝麻灣。OK。哇！第一次芝麻灣，我諗啲咁污糟嘅。應該飄曬好多呢啲唔同嘅當然冇海洋垃圾上嚟。但係佢個海洋垃圾咧個品種甚至多過呢個垃圾灣嘅。點解？我同你慢慢講，係嘛？OK。首先我就覺得。咦？點解個個執海洋沙灘嘅？同埋咧嗰陣時30幾度啊！10分鐘之後咧，哇頂唔順，飲成支水都冇用。係咁啊，濕埋喺潛水，梗係走落海裏邊嘅。就啱啦，就落水。芝麻灣對面就長洲啊！係即係長洲。落水到點解咁靚嘅海面？係好似彩虹咁樣嘅，五顏六色。哇！橙色膠袋、紅色膠袋、花花碌碌好靚喎。係。當時另一樣嘢，咁我點解我條腰咁痛咧？係。奇怪。原來你諗下咩啊 ？OK，我同你講唔緊要啦。好多人唔知，我希望咧呢方面建築商又好，我哋判頭好咧，希望你哋稍微注意啲，就係咧，我俾啲木啊，裝修咧佢隔晒出嚟，唔係話上高啲蠔殼啊，係嗰啲釘一路掛我，隔到損晒。咁當時我後生58歲度咁數咁咪，冇事咁係真係冇咗事。咁啊之後咧我就奇怪點解個個，因為我當時參加唔少嘅 NGO 啊。個別公司啊，甚至乎喺世界有一定嘅知名度嘅保育機構咧，點解你個個唔落海嘅咧？係而海洋垃圾咁多，淨係做咗清潔面嗰陣嘅沙灘上邊嘅，但係水底咧就冇處理過。冇處理，其實可能你要清楚80%，嗱呢個係統計啊，喺海裏邊嘅，喺入邊，透過陸上邊啊、河啊或者咩落去嘅，全部喺晒嗰個位度。咁啊，我問咗耐，最後足之咧，我揾到答案。因為 liability，OK，甚至乎有大公司話，就算你驗疏咧，佢哋都唔俾佢哋嘅義工落去，有咩事影響到你？因為呢個責任嘅問題咧，就係可能會影響咗佢哋啲職員啦，或者同事啦，就會冒嗰個風險啦，所以就唔會安排。明白呢個。咁其實咧，如果咁呢個順帶問一問啊個問題，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樽頸位，咁呢一個困難或者呢個 challenge，你點突破咧？呢個問題問到我好中意 challenge，係啊，咁我覺得你奇怪點解我做啲人哋唔做，講個原因㗎，我一定要揾個答案。咁啊從我嗰陣時開始之後咧，我同所有嘅 NGO 嗱，如果你俾個機會我去參加活動咧，我就一定會落海㗎啦。OK，慢慢步步咧，我會帶埋我哋嘅潛水員一齊落去。因為你睇到個 ping point 喺個海入邊，又唔喺個海或者個沙灘上邊啊嘛。咁我點解咧？好簡單嘅就係我哋喺海陸上邊，包括沙灘。加埋我哋海上邊嘅，將個信息帶出嚟。因為到今時今日咧，知道海洋問題咧唔係咁多。我相信 Raymond 知道有陣時參加好多呢啲論壇會，成日係冇人提及海洋問題嘅。係啊，少啊！我同你分享一下，就係話我哋有啲嘅朋友仔上市公司咧，佢喺沙灘度面度執咧，有一次同我分享喎。完咗之後咧，佢掉嘅比執嘅多。呢個幾諷刺啊！點解？因為太多人都去做呢個沙灘嘅清潔，冇做海底入邊嘅清潔啊，所以呢一個咧係需要去慢慢去改善㗎啦，係嘛？咁喺呢個咧嚟講咧，咁亦都係咧頭先你講嗱 challenge 你願意接受 challenge 咁但係你一個人嘅力量唔夠喎，咁呢度你點樣可以做到咧？你講到啱嘅，因為好多時候啲朋友啊，佢問我你一個人做得幾多咧？係咯，其實好簡單，每樣嘢咧都有人帶起嘅。係啊，即係個火車頭，你最好嘅火車頭。冇人去幫手推動，係唔好意思，停咗喺度。係啦，就係由鬼網大叔殺手出嚟，係嘛？其實呢一個咧係媒體界別俾你嘅一個稱號，因為見到你好堅持，有接受呢個 challenge，因為唔易嘅，真係做落去。你潛落去拉一個網喺水底入邊嘅力係比就咁一個網喺陸地係更加大，係嘛？冇錯 ，Raymond 你講到呢度咧，如果我哋有時間咧喺度簡單講一講。執鬼網最緊要注意安全。其實我同你講聲點解咧？好多時候點解今時今日講真係買驗疏咧，驗疏公司大部分唔受咧。佢哋係誤解做嘅。喺傳媒方面咧，佢報導亦係可能側面咗一部分。最緊要觀眾興趣㗎。其實潛水甚至乎係海底清潔，包括鬼網在內，如果你係接受個真真正正好基本、好容易嘅。知識咧係好安全，buddy system 啦。你做清潔嘅講句唔好聽，你都有 buddy 啦。係啦，一樣啦。有 buddy 啦，同埋有一啲嘅系統啦。冇錯，有陣時打啲廢料可能彈到眼啊，或者食有晒啲 protection。其實好安全嘅。所以咧，我希望咧，大家咧，包括傳媒又好咧，
連鎖公司後嘅 NGO 咧，其實潛水安全反而咧，如果比起沙灘清潔同埋海洋清潔，邊有危險啲啊？你估？哦，咁即係唔知喎，我估啫嗱，呢個 Raymond 講咁啊，梗係水入邊啦，會係危險啲嘅喎，咁諗嘅喎。估就係咁諗啦。你估得都啱啊！但其實以我咁多年嘅經驗啦，我嘅經驗，沙灘清潔，如果你哋冇基本嘅安全常識咧，係可以製成好多問題嘅。哦，點解頭先我講咧？我點咁多經驗係從我嘅失敗同埋 failure 學到嘅。因為我係一個好即係 I'm a soldier，我唔會顧慮任何嘢嘅。OK，咁初我跟人哋執沙灘咧，去啲荒蕪地方咧，一見到樹林有沙，我就衝入去。係睇佢其他人跟埋過去啊，因為我年紀大，我壓咁佢。我差啲試過篤到眼啊！樹枝。咁另外咧，通常我同啲義工講真嗱，首先唔好入去，就好難嘅。咁另外一樣嘢咧，佢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入埋嗰啲林柱咧，最好揾啲蛇或者木咧敲下佢。蛇樹總會全部走晒㗎啦。明白。如果唔係咧，入到去咧，啱啱條蛇諗住走咧，你踩到佢咧，係啊，有所以危險就好多，同埋好多呢個植物咧，我哋唔知道邊有毒冇毒嘅。係。我相信你試過行山咧，咳到成身都係。係啊，會啊，有啲係黐住晒啦，係嘛，又會一樣。咁咧海洋反而冇事喎，因為好多時候你除非捉要碰到佢先造成危險，或者係你冇諗到呢個 budget system 咧，咁就好危險。因為所以我喺做呢個鬼網清潔嘅時候咧，我曾經都3、4次咧俾漁網棘住咗，但係一件好事。因為點解咧？我可以知道個原因喺邊度，將個水帶出去分享俾大家。因為我有 budget 睇住我嘅，甚至乎咧，我喺做呢個海岸清潔咧，好似南丫島啊、西貢有時用啲楔啊，一跳落水度咧，俾個蛇籠棘住咗。真係危險喎，有危險，有好多蛇籠嘅，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啊。咁啊，好啊，咁啊嗱，我總結咧有2個 point 咧，就想你等你回應翻嘅。咁啊，因為我聽到咧入邊啊 Henry 咧就提到有第一個 point 就係 what 咧，就係點解咧佢有啲咩會可以做，同埋啲咩注意安全。第二就係 how，OK 係點做。咁啊，因為都希望藉住今次咧嘅採訪咧分享咧，希望更加多嘅公司咧、學校或者組織咧一齊可以參與呢一樣嘅活動，可以咧呢個運動可以幫到手啊！除咗清潔個海洋之外咧，就係可以令到個海洋有可持續發展嘅生態。因為包括成個入邊咧，如果做得唔好咧，其實影響晒成個嘅生態環境嘅，好嘛？即係就住呢個 what 同埋 how 咧，咁睇下即係 Harry 可以即係做翻。Raymond 咧，我哋已經開始咗我哋嘅論壇啦嚇，交流。首先一樣嘢咧，我希望咧大家咧將我哋嘅臨視野擴闊晒佢。咁有陣時我講嘢咧，或者 Raymond 啊分享咧，你知道講緊嘢，因為海洋咧係冇界限嘅。OK。唔好話我哋就香港，咁點解你唔加埋九龍新界咧？係啦，啱唔啱？即係其實海洋冇界限，變咗你大家一體嘅。OK。我哋應該大家唔理你喺邊度，大家團結一齊，唔一定要行動嘅。係。就算分享其他嘅人嘅分享個信息啦，信息性啊咁樣咧，先可以最後咧，加上政府啊，各個政府咧，有關機構咧，佢能夠 collaborate。Yes。咁先可以我哋去 tackle。個源頭啊，如果唔係剔源頭咧，我好大膽同大家講聲咧，垃圾之後越嚟越多，甚至乎鬼網咧。嗱，我俾一個比較，你大概8、9年前咧，我喺西貢咧同一班義工咧，喺嗱唔係潛水喎，OK，用楔啊剩咧，執咗15、16次咧，我哋執咗20幾噸嘅鬼網，20幾噸啊！咁你可能會 challenge 有啲話 ，Harry 你點樣計出20幾噸啊？有興趣慢慢再同你傾樣嘢。好啊 ，OK，咁啊，多謝晒 Harry 今日嘅時間啦。因為咧就其實喺呢一個海洋嘅知識咧，回收鬼網咧嘅知識咧，其實會好多嘅。咁日後咧，我哋再會同即係 Harry 咧就會請教多啲，咁啊同大家各位咧就分享，好嘛？今日多謝晒 Harry，好嘛？唔該晒，多謝晒，拜拜，拜拜。